怎么讲描画？一开始啊不对啦啊不啊对不啦啊不对啦啦啊左中一九高是等于高是诗，高一二你念了我1、2、3，我就这个呀，这个用意，这个你要和不哩啦高中一九高，是这样说的。这个用意，这个你和大和所有的做这个就写出来。原来你看的人，这各个好的，这个好的，这个呢是八嘎达豆，这个好的，这个是好豆，好的，你用讲起来讲了，这个呢，八嘎咩？八嘎，是手指。八嘎豆，好的，这个是好豆啊，这个就是好豆，好的，头发呢？头发怎么说？这个。好豆了就是还有手个，像你们讲那个就是手个，像脑壳啊，脑壳是喊我们是喊那个倒杯，倒杯呢？头呢？像这个呢，耳朵。是喊东流我这年过年好多年我东流，现在我就写的，这个呢，你就是那个，对，这个是那个，这个像里面这个呢，眼珠。就鼻尖名，鼻尖木。这个八度呢，就两眼的，好空呢，那呢？来把鸟，半鸟，个仙，好面，金鹅，里面去了，里面，你到底是这样。咽喉。鼻孔，还有这个呢，我看到了，包公，还有个包嘛，一个包，包了，还包公，这个呢？还松溪，有你还是收改了，讲到这个还松溪，东西这个为豆子呢？为这好吃，那腿呢？撸捞，还有一个防霸，他有你懂了，他这个就他要有些几个名字，像这个呢，他就还防霸去了，这个野部呢，他是还撸捞，野部呢刚才就还撸捞，这个是捞，这个呢？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到当然了，这个呢就好吃捞，好吃捞，好吃捞，讲究，好吃捞，反正呢，这个呢就是好送捞，阿里呢，那个呢就还比包捞，比包捞，这个呢？比着捞，比大捞，大拇指。这个呢，包地捞，这个也是包地
兜，滑梯堆，嗯，堆，滑梯堆，这个是堆，那房子呢？怎么说？房子搞不溜，房子呢，讲比如说房子，它有几种房子，有些是那个什么是，门房子啊，窄房子啊。像那种门房子，我就够多，够多了。够多。然后窄房子我就还有我6房间。6房间。那门口呢？门口是8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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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座位呢？座位讲对我来，好像也是到你们中间可以运动下去的。坐了就囧，讲这个板凳我们就然后喊得好板凳我们就喊好狗，叫狗。